厝边水好料理。行吗？啊，你过来了。哎妹，我看到你特别要来哦，哦，你互你联络到，我拢今伫几夜无困，直想你。我想啊，唔是想你莫安尼好无？唔是想你啦，我是想你拢有咧，伫厝拢普通时拢咧煮菜，互恁孙食阿孙来食，所以我就咧想讲，要煮什么菜互你看安尼啦。哦，对啦，这足需要呢。会惊吼，我传这吼，你看会做要做什么未？肉炒炒蒜头、蓝豆油，我拢安尼尔。唔是啦，今仔你看这料就知，这是算咱台湾式的大泡猪。啥物有大泡猪？我食过，捌煮过呢。你捌煮过啊？唔捌。来，咱就简单来吼，开始。这辣椒交代互你，好，你帮我切一个辣椒来，好吧？我看已经咱的甲肉无讲介油，咱掺一丝丝，会较骨溜啦，较袂遐涩。咕溜咕溜。所以你要炒之前爱清水看者，看咱的食材条件吼。所以你看，咱会惊这甲肉无讲真油，哦，咱就下一撮。我捌拄到一个泰国人，吼，我习惯叫伊吼，查因泰国吼，这道菜做法我看，其实吼，因吼袂讲像咱一般咱传统咱会知吼，这个甲肉白只大，因迄边的大泡猪吼，食起来吼，还佫淡湿淡湿，袂像有的人咧炒吼会白啊肉足大的。对啊，拢白个大拢爱炒味大呢。这起码米酒甜我者吼，这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咱台湾人传统吼，咱拢认为讲，这猪肉吼爱白较赤，较无迄猪肉馅对吧？对。其实泰国人为什么伊会掺鱼肉，爱掺柠檬汁，啊个炒足咸的？其实因唔惊迄猪肉馅，因为调味料吼太强诶，太强诶，迄味足重诶，会甲迄个猪肉馅压过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饮食的习惯无同。我若去泰国食的大泡猪吼，感觉吼拢较重口味咧。较重口味吼。系啊。对，来，咱的蒜头落来，所以你看哦。哦。肉先咧，较蒜头。我这个做的就是台湾式的，台湾式。你看咱蒜头啦、葱啊啦、红葱头啦，逐项都欠香，但是因其实因那边的吼。唔是像咱台菜咁款，迄足重视迄个欠香。哦，咱一般拢吼蒜头先落煸，对，啊肉较落去。对。啊，唔是安尼哦。唔是。所以吼，其实料理这种物件吼，无一定讲一定爱安怎做，一定爱安怎做才对，安怎唔对，这拢无死骨的。哦。拢足教外面咁款。看随意啊。甲咱这个台湾咁款。随意啊。随意好料理。随意。就是随咱。家己的意，随厝内人随人客意，这个意思。阿公要煮咸，阿嬷要煮正，对，欢喜就好啊。豆油免做哦，我掺一丝尔，其实泰国无啥咧掺豆油。安尼无拢难食。泰国的豆油就是这啊，鱼肉，鱼露啦，鱼肉伊的来源就是迄个鱼啊。鱼啊，你我捌去看到迄人咧做鱼肉的工厂咧。拢用鱼啊，对无？对，拢用鱼啊。足侪人问我讲，啊，恁水啊，讲话你敢听？有啊，斗阵久都拢听有啊。我当时变恁水啊。无啦，咱客讲。你唔阮是吗？人客，多少人客？我路拄着人啊，咱知咱咧做这个节目，拢甲我问。真诶假？是你后白讲的吧？真诶啦，拢讲你唱歌有够好听。较真。好，来，咱大概吼调味大概先掺一丝啊。到上尾咱物件掺啊差不多的时阵吼，才过来试味。来啊，卡巴豆，像泰国嘛无咧掺卡巴豆啦。来啊，伊个柠檬汁吼，柠檬汁咱先下一撮就好吼。爱搁来柠檬汁。有啦。哦。爱搁淋柠檬汁。我当这淋醋呢。无啦。来啊，咱这小炒者。醋加柠檬起来口味无共个。无共。哦。咱若讲要点做家己煮要缩短时间吼，其实我家己就想要包咱这卡巴豆吼。起诶，小起者，安尼较会紧。咱搁加，要加啥？我加一丝丝水来，因为我吼咱要交饭嘛，所以我会吼烧好淡湿。安尼蒜头无别另外一种风味。另外一种味，你等下试看卖咧。因为咱有掺鱼肉，哦，掺这重味的落去吼，搁柠檬汁，你边讲会食到什么肉炒的，什么袂啦？哦，对。迄味拢压过，来啊糖。来，
哎啥？糖。糖。哦，咱这过来。因为咱有酸有咸，哦，啊，再掺一撮糖，哦，就叫综合者哈。真正，厨师就不是咧，迄个做假的。来，起码你也等下来吃一下。来。这个，啊，你都要用这个炒。我用这个炒。啊好啊妈，啊咱这嘞。迄等下再落，咱先试咸正。好。看你豆腐一点仔尔有够味呢，你鱼肉的关呢？我鱼肉足咸的。所以吼，鱼肉冇掺伤多。但是我感觉会通搁掺一丝丝。要交饭会通搁较咸淡一丝。啊，你若较爱食甜的，搁咱若我较甜的安尼。对，好，来安尼使哈。伊的柠檬吼，甲真正甲醋无共款，柠檬其实好食。即摆也无柠檬味，为什你食到食柠檬味？有点仔酸酸。对啊，但是无香嘛。所以我为什么留一半伫啊？嘿，安那？上尾在蓝。哦，过滚过较无味啊，对啊。嘿，过滚会较无味。好吃。啊，咱上尾啊，来后差不多了吼。安尼高蛋头落去。所以你看，我会惊我嘛无掺香油，我嘛无掺胡椒，因为我就是要互较食迄个鱼肉甲柠檬迄个原味。哎呀，我无爱搁掺咱传统的咱台湾的一寡足重的迄种调味料的味。啊，辣椒好落来，好无？好。因为我感觉嘛爱有一丝咸。对啦。迄个味吼，较会够开啦。对。哇，去学到一味啊啦，无拢食当作这项啊去餐厅食呢。流水哪啦？足简单的哦。足简单的。对啊，哎，你出这出一本啊册啊。系列什么餐厅拢爱倒。袂啦，因为做起来吼，每一人吼口味无共。口味无共，哎，柠檬汁想要再落。好吃。等下迄个柠檬迄香味较会重，吼，你莫一开始就落去迄落，啊，你会惊讲啊会伤酸。搁小火滚5秒钟，5秒至10秒钟。好，来，按这时间咱盘咧传。哎，安尼就这个时阵的尔，那就我白饭的时阵。一碗无够啦。一碗无够。哇！啊，想好哦，想好要讲啥？甲拄啊无共款。发音较标准诶。甲拄啊无共款。有啥物无共款？因为搁较香气搁出来啊。对吼。迄柠檬的香，哦，真正你师傅呢？我讲你啊，当你做恁阿孙食吼，伊做你足佳。哦，对啦，我这做歹喙到，这味个咱开鼻咧。对，来，台湾式的大泡猪，你来胃口无好的时阵吼，好好吃哦。炒出来，饭爱加煮咧2颗，大泡猪